天很天真，只想找開心，用我的一生當小小一盞燈，令到你安枕。貪玩的終會覺明天清晨，牽手觀看日出，感一感一。好姜嶺樂咧，天生把聲底咧好聽嘅，但係咧有啲咩問題啦？你嘅低音咧其實係好 chest tone。其實我哋分咧講緊 chest tone 啦、口腔嘅共鳴啦、mix tone 啦係鼻腔嘅共鳴啦、頭腔嘅共鳴有幾種嘅。咁但係咧你就咧好多時候咧都將你啲聲咧擺晒喺胸腔嗰度做共鳴嘅，即係 chest tone。即係你試下咁樣，係啦，其實佢係好 basic 嘅 tone。咁但係咧佢就唔肯俾佢上去。點解唔肯俾佢上去咧？就係咧你用咗一啲叫外部肌肉嘅嘢，例如我唱高音。用我的一生呢一個咧就係咧我夾硬唔俾呢一嚿嘢上去啊！其實就有啲似牧童笛咧，我哋唔撳晒啲窿咧，但係夾硬吹一個高音，佢就會咁樣會走音啦。咁所以咧，你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就要做一啲 exercise 咧，去訓練一下佢點樣咧，佢隨住個高低音咧去做上落嘅。我哋可以捏住個嘴啊，呢個啊，我哋做。係點解我哋要做呢個咧？其實捏住咧係將你呢嚿肌肉咧放鬆咗佢，唔可以用一啲我哋練步嘅肌肉。然之後，其實咧我哋係扮緊一個乸型嘅。嗱，你試下扮乸型。嗱，呢個係變態佬，變態佬係點啊？呢個氣聲係變態佬，但係真聲咧就係乸型。咁樣一個乸型，係乸型啊！我哋由低音開始先，我係乸型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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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嗱，你邊係變咗假音啦？呢個係咧，因為咧所謂真同假咧就係講個聲帶咧放鬆定係夾緊。嗱，呢度係夾緊啦。我係乸型啊！我係乸型，我係乸型啊！去到最高嘅時候你就我係乸型啊！即係放晒啲氣出嚟啊！咁所以點解你可能好快就冇氣啊，或者會咁氣咁把聲，其實你放鬆嘅聲帶。所以你都要用嗰個咧乸型嗰個 tone，或者我哋講話同小朋友講嘢嘅。小朋友你好啊，咁樣啦。小朋友你好啊！係啦，調高把聲。小朋友你好啊！小朋友你好啊！係啦，一定要吊住嘅。嗱，呢嚿嘢要提升喎。我哋由低音開始做起啊！你最擅長嘅 chest tone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係啦，佢 chest tone 好勁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係啦，一路諗住真係同小朋友講嘢啊！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係溫柔啲。小朋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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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啦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啱，再高多少少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係啦，呢度咧我哋咧膊頭係放鬆先嘅，但係呢啲位咧要拉緊佢，拉到繃緊嘅呢啲位，但係唔係咁樣叫繃緊咯。呢啲嘢咧有少少微微地脹嘅，有啲似咧你扮小丑咧，即係嗰啲樣咧膠樣。嗰啲我哋叫提升啊！小朋友，試下我哋小朋友 smooth 嘅小朋友。嗱，沙咗係咩咧？係唔係有啲痰？係你呢嚿嘢咧冇同佢一齊升。小朋友。啱晒啦！好啦，我哋點 apply 落去呢首歌入面咧？嗱，你試下唱用我的一生啦。用我的一生。係啦，頭先如果你一生咧夾硬落去，嗱，我哋試下做錯喎。用我的一生，嗱呢個你就好辛苦，一生。但係如果你用嗰個小朋友嗰個聲咧，嗱你唔好介意難聽住。用我的一生，用我呢把聲上咗個 mix tone 先啊，係啦。用我的一生。係啦，嗱沙係啦，沙係因為呢嚿嘢冇提升啊，一路上。用我的一生。係啦，將少少一盞燈，將少少一盞燈，令到你安枕。令到你安枕。係啦，嗱姜嶺樂仲有一個少少嘅問題咧，就係咧佢個下顎咧用好多力㗎。嗱，我哋咧成日托住呢個位啊，盡量唔好俾佢喐，下顎唔好托㗎啦，因為你頭先咧嗱用我的一生呢啲位咧，其實會將你拉開咗咧，令到你入面個共鳴 crack 咗㗎。試下頂住佢，淨係 focus 喺個聲帶入面，用我的一生，用
我的一生。又係趌前咗嘅，你記得你個下趌前咗嘅，唔好俾佢趌前係啦，托住佢係啦。用我的一生，用我的一係啦，咁樣咧個共鳴咧就會自己上咗去啦。其實咧你發聲咧發咗乜嘢 frequency 咧，就會喺你身體嘅邊一部分去做共鳴。其實物理嚟講咧，你嗰個 frequency 越低嘅，即係 wavelength 越大啦，咁就會喺你身體越大嘅地方做共鳴。咁你越低音嘅話 wavelength 個波長越大噶嘛，佢咪喺你身體揾一個大嘅地方嚟做共鳴咯，就係你個肺。肺就係最大嘅空間嘅地方。咁我要再高音啲咯，就會喺口腔度做共鳴，因為佢比較細啲嘛。再高音啲啦，就去咗鼻腔度共鳴，因為鼻腔比口腔細。再高音去到海洋音啦。呢啲係點樣咧？就上到頭腔做共鳴，喺嗰個頭骨同埋嗰個腦中間嗰個空位咧做共鳴嘅。咁所以你要咧俾佢去，你千祈唔可以捏實佢。我要想唱高音咁就唱唔到嘅。但係你有得佢上去嘅話咧，佢就會靚㗎啦嗰個聲。因為記得個共鳴係一個結果嚟嘅，唔係一個原因嚟嘅。即係我唔係為咗要做共鳴所以做共鳴，而係你做啱咗個共鳴就會自然喺你身體揾一個部分度做 resonance 去做共振嘅。當有個男人打你屎忽，係啦，係啦，呢個好多。比如嗱，你啊準備1、2、3，你要快嘅，要快，越快越容易做。好啦，我哋試下 apply 落去啦。用我的講個一字之前咧，千祈唔好嗰啲外部肌肉嚟嘅，記住外部肌肉我哋係唔想要嘅。呢一紮咧全部都外部肌肉，呢一紮全部外部肌肉。頭先你嗰個下顎頂出嚟又係外部肌肉，全部我哋都唔想要嘅。用我的一生就唔係一生咁樣咧，佢就會容易彈出嚟同埋入咪好多嘅。試一次啊！用我的一生。好啦，而家用我的嗰度咧太過 creepy 啦，我哋叫。用我係啦，即係太恐怖啊！係啦，用得太多氣聲。用我的，我哋唔要，我哋要好似平時講嘢咁樣嘅。用我的，其實你講嘢好聽㗎，你講嘢把聲好好聽。係啊，你講嘢，因為你個共鳴做得好好啊嘛。因為你冇用一啲多餘嘅肌肉嘅力去搞佢，全部放晒喺 chest。但係我哋而家多一樣嘢啫，唱歌嗰啲冇咁低音㗎嘛，純粹唔好搞呢啲位，由得佢自己上去。用我的，我哋成日用我的。用我的係啦，冇問題㗎嘛。用我的一生，唔好諗住唱歌，諗住講。用我的一生。係啦，用我的一生。用我的一生。係，我哋加翻啲 pitch 落去。用我的一生。用我的一生。係講嘢，記住嗱，個一字唔好諗住，哎呀，我要上高音啦 ，ready 定先。一嗰下就練緊咗啦，唔好記住講嘢。用我的一生，用我的一生。係啦，咁好多啦，再嚟多次啊！我哋加翻啲 pitch 落去啊！用我的一生，用我的一生。係啦，記住唔好加唱歌，唔係唱歌，我而家講嘢。用我的一生，用我的一生。係啦，呢個發聲上就好咗好多啦。咁呢個發聲上就比較正確咗啦，比你之前。好，啱啱頭先講啲發聲嘅嘢啦，我哋講唱歌上演繹上點樣去做啊嚇。咁咧，我哋試下淨係唱 chorus 啦。用我的一生呢一句啊。用我的一生，當小小一盞燈，令到你安走。好，我哋淨係講呢一句先啊。嗱，發聲上嗰啲你要翻去練先啦。咁但係唱歌上我哋點樣去做咧？其實我哋就所謂要鋪一個伏線喺度。嗱，我哋有氣聲或者有實聲嘅運用啦。嗱，聽一次一個實聲。用我的一生。當小小一盞燈，令到你安枕，乜嘢都冇加落去嘅。另外一個係全氣聲，用我的一生，當小小一盞燈，令到你安枕。兩個都冇乜起伏㗎，因為我一個全實聲，一個全氣聲。咁其實氣聲咧係會比較上感動到人，但係咧每首歌咧或者一句裡面咧只可以有1、2個字可以用嘅啫。假設你打篇文，我哋全部英文都變晒大楷嘅話，即係冇變過大楷。所以我哋要揀一啲字做伏線嘅，即係我哋唔用氣聲嘅，正常咁唱嘅。但係有一啲位咧先至加氣聲落去，比如係用我的一生，當小小一盞燈，令到你安枕。新嗰下咧先加氣聲，我哋點樣去練呢一個氣聲與實聲咧？我哋試一次做呢個啊，
由實聲變咗氣聲。哦，冇所謂，哦，做嘅由 R 變成蝦，變氣。係，但係要有聲嘅喎。你講緊個氣同埋個聲嘅比例，從來唔會100比0嘅喎。實啲先。係啦，嚟俾一首喎。咧聲帶咧點樣夾實咧？其實咧用咁多力夠啦，即係你唔使咁樣攣實佢嘅，咁樣攣實佢。呢個啱啱好㗎啦，好輕力嘅啫。嗱，咁我哋擺翻落去先。用我的一生，我哋就試下。用我的一生，先放啲氣出嚟。用我的一生。係似啦，嗱嗰個伏線係咁樣包，但係咧有一個問題啊，好矇個鼻，唔好咁多奶上去，即係你頭先會用我的一生放慢啲，其實會聽到咁樣嘅。我哋全部咧一 hit 就要 hit 中，用我的一生掂一掂嘅啫，唔好用我咁樣太多啦，會聽得好唔舒服嘅。嚟多次啊！用我的一生。係啦，好啦，我哋頭先講咗唱歌咯，仲有一樣嘢唱廣東話歌好重要嘅咬字。我哋咧咬字咧記住向橫咬啊！嗱，我哋入咪嘅時候咧反而要誇張啲。用我的一生當小小一盞燈，令到你安枕。向橫嘅，哈哈哈哈咁樣試下。用我的一生。係好好多嗱，同埋唱高音嘅時候。個頭低少少，係啦。啲人可能以為唱高音，用我的一，其實呢度係拉緊走，反而要低少少，係啦。唱低音嘅時候，高少少；唱高音嘅時候，低少少。用我的一生。好，收翻啲氣啊！收翻啲氣，實翻啲。用我的一生。啱啦，係啦，有少少笑咁樣啊！我哋呢個 cheat 咧提起少少，令到入面嘅共鳴多少少位去做啊！用我的一生係好樣衰㗎，係啊！一開頭嘅時候好樣衰啊！用我的一生。係嗱，清咗好多啦，呢個聲咧就入聲好多啦。好，咁我翻屋企再練，教住咁多先，好冇？好。用我的一生，天天坐你附近，令到你安心。天主很寵愛我，話明天清晨。